各位香港澳門嘅街坊睇過嚟啦，一線嘅光景，樓下咧就係我哋橫琴最出名嘅花海長廊啦。平時節假日同啲細路仔或者朋友喺後邊踩下單車、露營、BBQ 都冇問題嘅。嗱，呢個單位橫琴上邊嘅一個深樓盤住宅項目嚟嘅，精裝交付，99平方。你望到出面咧係我哋嘅私家空間嚟嘅，可以擺自行車同雜物。咁呢個單位3房2廳2衛，精裝高樓。而且咧，每個單位每個房間入邊咧，亦都係有景觀嘅。嗱，特別去推薦一下呢個客房。呢個客房咧，仲帶咗一個露台嘅。咁我哋左手邊咧係將來交俾萬達廣場去運營嘅一個商業中心。前面咧，你睇下望到嘛，成個海景都望晒嘅。嗱，呢個單位3房2廳2衛，每間房間都有景觀嘅。客房嘅話，你都可以望一望。係啦，咁呢邊咧主人房咧係個套間設計，嗱都係有一個明窗嘅。而且咧，交樓標準非常之高。咁呢個單位咧，之前係賣500零萬嘅，依家咧只需要260萬就可以攞低啦。有興趣嘅朋友關注我。